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今下晡，赖清德和萧美琴就会出现宣布正副总统参选人要赖萧配，也讲明仔载去中选会登记。第16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台湾代表队的选手，但由伟德的男子太极剑摕到金牌，另外孙家宏伫太极拳摕到金牌。这决谈有一间饭店的订房警房也拢是简体字，地址阁写中国台湾，也这背回讲是亚太地区订房业务拢是由中国管理的。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和副手萧美琴做伙出现，即时宣告赖萧配。赖清德有讲到，去年8月出访洪都拉斯期间，捌和萧美琴讲起，但是伊拢无回应，一直到赖清德呢受到民进党提名，经过沟通，这萧美琴才答应的。萧美琴也表示讲，为着国家，伊会聊落去。我是萧美琴，我回来了，为着咱的国家，我会聊落。当前总统大选聊落去，大受大举强调无回避的空间。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宣布副手是萧美琴，赖萧配正式形成。萧美琴背景经历也备受瞩目，不止捌做过4届立法委员，2016年高创下民进党第一摆伫花莲选举过半得票的纪录，同时也是台湾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请给予我们机会，我们会团结台湾。将变迁的局势化为台湾的机会，让台湾走向民主、和平、创新、繁荣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赖清德讲，第一摆甲萧美琴讲到副手基地是去年8月访问洪都拉斯期间，暗过迄时阵伊无回答，一直甲伊得到第一名了后，一直沟通，而且点头答应。萧美琴嘛承认，一直咧思考到底伫这场选战当中，伊要留伫上熟悉位置，也是伫新位置竞争更较高难度的挑战。暗过有关决定为台湾承担责任。我在美国的工作比较不会被这些国内的政治步调所干扰哦，那非常专注的在做对美的外交工作。赖副总统包含总统哦，也都一直做我最大的后盾哦，让我在决定要为台湾背负更沉重的任务的过程当中哦，也给予我非常大的勇气哦跟支撑的力量。赖清德也透露，萧美琴同意做副手了后，要求按伊完成 IPAC 工作，才能对外发布。迄时阵时间算细个烦恼，也是最后一组宣布的总统参选人。佮强调，因少年时阵就投入政治工作，互国家更较进步，得到国际社会肯定，是甲其他阵营上大无共。相信萧美琴的专业热心甲理想，应伫选举当中发挥关键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要若讲到这南北敢有合作机会咧？民众党的郭文哲19声话讲，会用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到底，暗时阁去找郭台铭，双方互动是真密切，也讲要整合所有在野力量。要若国民党的侯友宜态度也是大硬咯，无针对双人的会面评论，强调尊重郭文哲的决定，伊会坚定继续行。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先是伫世事大会顶悬，画下用总统候选人身份拼战到底。19暗时，佮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两人互动密切，也互外界理解。那配合是不是正式破局？因为我们就很脑袋很死，就说啊可以啊，我们就照规则嘛。啊，国民党才没有巧耶。我最近找郭台铭也是被他嘲笑。他说：“你上一次嘲笑我说，那个比赛规则都不清楚，你怎么敢去参加比赛？以后现在我也嘲笑你，你一模一样的错误又犯了第2次。”我们真的没有预设任何立场，不管郭科配、柯郭配、郭柯和，任何的形式都有可能。关体20下晡去桃园开南大学演讲，对提问拢无回答。挂过电话对我拢讲同款，彼此强调就是要达成政党轮替，高整合所有在野力量，达到这目标。好友的态度也明显专业。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尊重柯主席的决定。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坚定自己该走的路，最后会赢得胜利。
对外国会侯友宜回应是无被评论，针对习近平向美国访问的出兵攻打台湾，赖清德表示，明显说明在野党侯友宜批评到目前为止证据拢无减少，赖清德态度主张就是引战。记者综合报道。要协助台湾防卫美国自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即马有风声讲，上新一批有包含8万套美军缺役战斗古装 M24B 型的白用机枪来到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这军备也是台美交流项目之一，只不过这数量无方便公开。专家也分析讲，这机枪是用在咧市区内面的修正，希望美国会当提供地对地飞弹等远程压制高战术价值武器，通好逼退这解放军，争取到台湾的应变空间。台海局势紧张，为着协助台湾强化防卫，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提供无偿军援。除了进前来台的经射式气象飞弹，也阁会包括 MQ-9A 无人机、标手反装甲飞弹、精缩监控系统、小口径弹药等，传出上新一波包括8万套美军现役战斗各种直升机、白用机枪陆续运到。数量啊，这个单一啊，或者这个品名啊，我不便透露啊。但有工作的持续在进行，我想这也是交流的项目之一，并没有想要刻意武装。美国坚定挺台，美国众议院中国国文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19搁较讲，两党的合作，和国会一定通过北京对台湾甲其他亚洲盟友的援助计划。专家分析，战斗各种是作战时每一个国军拢需要的，也毋过其更较偏向运用伫下定战。电动5万美国会当加提供完全制压的高战术价值武器。短中程的地对地的飞弹，我认为这个必须要对重点目标给大家做摧毁。它还要集结，它后撤集结，它不是前进集结，可能到浙江，可能到广东，可能到江西去集结。那我们的战略的缓冲的空间就大了，战略的预举时间也就长了。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旧金山80回东兵火箭，2027也是2035年有攻台计划，也过苦过成功，比战工作袂因为一句话就改变。不会因为他讲的一句话，就把目标转到2023、2025、2027、2035，渐进备战它没有停的。国军渐进备战，它主要目的就避战，但这个避不是逃避的避，就避免发生战端。11月初3，美中军舰拢出现伫太平岛4公里，迄当时海巡署讲，艦艇离太平岛上近13.4海里。不过国防部20回应，根据雷达掌握，艦艇确实伫12海里附近。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受到中国威胁，这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19伫咧鹿儿岛附近的德之岛进行演习。这个演习是显示讲，日本烦恼中国会对德之岛发动攻击。中国的国防部也针对着日本的演习，无表示任何意见。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队员驶2车突击车，为停靠伫近海的2架运输舰艇出击，冲上位伫西南部的德之岛海堡。其他部队是坐像年船以军用的气垫船，将重型装备运到华商。即摆进行模拟攻击任務，是要将入侵者趕出當局，煩惱較會受到中國攻擊的領土。これは我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等の緊急事態が起きたときに、その場面をとって、統合運用の能力の維持向上を図ると、それを目的にしてます。隨着日本甲中國、俄羅斯甲北韓的緊張局勢加重，日本自衛隊實施為21天的全國性演習，以東海離島德之島的任務結束這擺演習，同時為地面、海上甲空中保衛國土、甲核電廠等基礎設施的能力。そして、航空機の軌道分散運用、さらには負傷者の治療構想、そうした訓練をここにおいて。德之島是亞美群島的島嶼之一，面積大約247平方公里，海岸線長大約80公里。甲日本西南島連上向台灣延伸的真濟海堡真無共。德之島的海堡無阻礙軍事行動的所惡大，防看做是較會遭到中國攻擊的日本領土之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2月公布日本自二戰以來上大規模的軍事建設計劃。要求國防預算在5年來會翻倍，未來幾年軍演範圍甲速度可能會增加。公司新聞因為編譯。
第16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伫咧美国举行，台湾代表队的选手陈佑伟伫男子太极剑项目摕到9.756分，拼到金牌。另外，孙家宏伫咧太极拳项目摕到金牌。林佑伟表示讲，这场比赛呢是伫咧退休进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会当摕到金牌，感觉意外也真欢喜。音乐响起，全神贯注，气势都像架势。跳踏专心下压，动作精准到位。咱国选手陈佑伟出战武术最高殿堂，伫世锦赛男子太极剑项目摕到9.756分夺金牌。奖牌高手这一刻欢喜写伫面内，佮较创下这个项目队史头一金。那陈佑伟坦白讲，其实无想过会当摕到冠军。真的是超级无敌意外。其实我这个作品非主流类，就跟现在竞技太极拳要表达的东西很不一样。用平常心验证，靠独创风格，得到大家喝彩，佮较伫生涯最后一战无留遗憾。我的音乐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是我自己亲手剪的，包括服装、音乐都是真的想把我的作品好好的表达出来，因为这真的是我的退役的最后一个作品。但佑伟真欢喜，也甲家人分享，父亲身兼教练，讲起囡仔夺牌，当然也真骄傲。他主动打给我们啊，他很激动啊，半夜他从美国打过来，我们都还在睡觉啊，我们都不知道，就说哦，好厉害啊！这波连续来，咱国选手孙家宏一套套招式，动作像分过花，伫男子太极拳项目摕到银牌。Chinese Taipei is Xia Hong。这摆世界武术锦标赛伫美国德州沃斯堡举行，咱国代表队已经摕到一金一银的丰收节。比赛还未结束，也期待选手继续练功夫，伫国际舞台发光发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日月潭呢，有一间饭店，互民众反映讲，因官方网站要订房间，拢是一简体字，地址阁写中国台湾。业者表示讲，这饭店集团伫亚太地区是由中国负责的，才出现这中国台湾，而且因有背回讲，因有反映过啊。啊，那这关公署即马是要求业者网络订房间要有繁体字，也袂当出现中国台湾，而且会追踪看因敢有改进无。日月潭是出名的观光胜地，不过民众选择拄啊早起好，当伫试营运的日月潭丽丽温德武温泉酒店，入去线顶订房系统，毋若全部简体字，下骹标示地址出现中国台湾的字，引起民众的议论。简体字的话，因为这边是台湾嘛，因为还是希望是繁体字啊。对的，因为我也不太习惯看简体字，虽然看得懂，但是就会觉得这是在台湾看的网页嘛，这样对。因为它是网站，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可能是对外吧。我就没有意见。对，如果说他是在公开我们台湾的报纸，那当然就不行。有人感觉简体字看袂顺眼，嘛有民众感觉无要紧。业者是讲，饭店8%是台湾人投资兴建，饭店官网的客房这的设施介绍拢是繁体字。为了吸引更较侪国内外游客，所以加入温德武集团线顶订房会出现中国台湾的字样，是因为直接连到温德武订房网。这个集团亚太地区是中国负责，地址才出现中国台湾。温德武它这个集团在亚太地区伺服器的位置去直接去做定位，所以目前这个东西大家可能点进去所看到这个简体中文，包含所看到这些资讯，其实都是在温德姆这边他们去直接去做设定的。目前我们已经要求饭店针对订房这一部分能够增加繁体中文的网站，而且不能出现中国的字眼。后续本署也会持续追踪它的改善情形。业者表示，有向集团反映相关意见，主管机关观光署嘛已经要求业者调整订房系统，提供繁体中文，袂使阁出现中国的字样。后续原来持续追踪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台湾机车用户接到电话，讲这合约有问题，要求这用户就要遵照指示去操作。说是有人把这银行口座的钱拢转出去啊，互骗去啊。伫新北市呢，就一个查甫人互骗59万，一旦伫咧桃园同款有一个查甫人互骗12万啊。
连锁民众一直接到电话，惊是电信客户用各种话术来骗人。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发现受害者拢是台湾之星的用户，亲像新北市一个姓陈的小姐，就伫不知不觉当中被骗走59万。我当初为什么会没有防备？是因为啊，他打给我的时候，他知道我的名字，像他的账号那边是叫我输入我的身份证字号，金额就是输入我的身份证号后5码。那我就想说，是我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又不是什么，应该就还好。电话另外一边，骗讲内部网站互人入侵，滥用系统，问伊是毋是有申请 iPhone 15削弱方案。陈小姐赶紧公布，搁率去接到假银行打电话来，本来就是照指示来操作，等将扣的钱动落来，反倒转来互辛苦钱伫一暝之间弄去了。会不会他们里面也有内鬼，或是有办法拿到那些真的客户资料？趁台湾之星要甲台国大合并诈骗集团也趁这时阵，向桃园一个用户讲是因为电信整合系统错误变更，手机自费设定，搁派邮局客户一步一步洗脑，或者被害者陆续汇出12万。如果听到订单错误或误设为付费会员，信用卡遭人盗刷、重复下单、需配合操作 ATM 以及网络银行等诈骗关键字，可能就是诈骗。警方提醒，若听到50订单配合操作网络银行，拢是诈骗关键字。不过，不法集团如何掌握用户个资、台湾之星相关控管，是毋是出现漏洞，造成个资外泄？业者回应会重视用户个资安全，也伫相关平台提醒，请用户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昼伫苗栗市西山公墓边有一个粪扫山，说是熊熊大火烧，现场拢是粪扫加这无爱伫的家具伫遐，火是烧甲真猛。消防队出动真侪人来拍火。市公所表示讲，真有可能是这台电的电箱爆炸，不过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火熏呛甲半天悬，规个粪扫山拢着火，场面看到真惊人。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赶紧喷水降温。因为现场放满7500栋，差不多3层楼悬的粪扫甲无路用家具，透风，互规个火炭甲真紧。为着避免继续烧炭，毋若持续降温，大型怪手嘛赶紧乌防火巷。调派3台怪手，开辟防火巷，阻隔火势延烧。现场燃烧大型家具、民生废弃物等垃圾，燃烧面积约900平。20中昼，苗栗市伫西山公墓边即个粪扫囤放场传出大火，火烧一个未收山。消防局出动5个分队，10台大小台车去拍火。火到底是安怎烧起来？工作人员调阅监视器，发现导火点好亲像即个电火条啊，怀疑是台电的变电箱故障引起的。我们初步怀疑是那个台电的电筒爆炸然后引发的这个火势那目前我们先把这个火路先把它打开来让它燃烧的范围尽量缩小。台电人员嘛赶到场，赶紧断电，避免灾害扩大。不过台电检视了后表示，电火条顶管无任何供电设备。其实他们所说的那个电感，我们上面并没有变压器所以这个变压器怎么会爆炸？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现勘的人回来之后，才能做一个确认。火烧点外钟已经控制，不过也持续伫吸烧，人员还阁在场戒备，避免沼气阁引导火烧起来。规个拍花估计要2礼拜至3礼拜，确实导火原因要阁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去互以色列军队封锁9天的加沙西法病院，19总算甲31名早产儿撤离到南部的拉法地区接受治疗不过，这病院内面呢，也是有超过250名的这个患者。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实际入去病院内面看，也讲这西法病院已经变作是一个死亡区吸引全球媒体注意的西法病院有性命危险的早产儿，19第3个医师、2个护理师甲护送安全送到南部拉法的海拉尔阿联酋妇科病院，准备甲因经由拉法的关卡送去埃及接受完整的治疗。不过9天的封锁过程，有10个早产儿不幸死亡。طبعا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تعرضوا لأذى شديد أثناء إقامتهم في مجمع الشفاء نتيجة لمنع كل مقومات الخدمة الصح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 مجمع الشفاء. اكتشفنا أن حتى المياه التي كانوا تقدم لهم الرضعات فيها
لحليب الأطفال كانت مياه ملوثة ولم يتم تعقيمها لعدم توفر أي مقومات من مقومات التعقيم.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一个由联合国真济部门、公共卫生专家、后勤官员，也有安全人员组成的人道评估团队，迄天利用天火时阵进入院内视察一点钟，出来了后对我表示，因伫病院入口的所在看到一个大型的蒙仔布，内底差不多有80具尸体，内底甲外口当然当看到攻击甲清洁所流落来焚热，欠缺清洁用水、燃油、医药，也有其他的必需品，院内情况使人绝望，那亲像一个死亡区。Other patients, we have around 260 patients. Unfortunately, we lost 2 patients overnight this night. So it's totally like, non-human place to live in. It's totally full of rubbish, waste everywhere. We are not allowed to get out of the building. 伫西法病院服务的莫卡拉卡提医师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时表示，医军18号因2点钟的时间撤离，2500个伫院区未见证无危期的巴黎斯坦人，大部分是已经离开，不过也有260个重症患者，25个医护人员无法度走。We had nothing came to the hospital as like food or drinking water or anything. The Israelis keep just promising that they will provide us with more and more, but it's not happening. 另外一方面，伫加沙南部组织22000人的汉尤尼斯难民营，生活条件真歹，查加塑胶布规个搭起来的简单텐트，19因为透强风落大雨，一点仔热风雨的作用都无，大人甲囡仔都要随时注意积水，才袂互텐트规个跌倒去。公司新闻王伟文编译。美国政府进前同意卖战斧飞弹予日本，也那这款飞弹呢是会当拍到北韩去。另外一种是用伫咧防空甲反飞弹的标准类型飞弹，敢会卖予南韩呢？目前也搁伫咧等国会最后的批准。针对这部分呢，北韩是发出声明强调，美国和盟国会因为东北亚的不稳定，付出搁较济代价。为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国家攻击，蛮欢迎中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战斧巡弋飞弹常常拢是美军拍头阵的武器系统。1983年开始服役到今嘛40年，已经发展到第5代。发射平台是以水平舰舰甲舰舰为主，照无共款形式，射程为400多公里到2500公里。日本这几年来大幅修改防卫大纲甲中期防卫计划，将攻击地方基地命运列入战备目标，所以美方批准备战斧巡弋飞弹，对日本陆续攻击北韩飞弹甲核武基地战力有正大的帮助。另外，准备卖予韩国的标准类型飞弹是以反击敌方弹道飞弹为主要目的武器。发射平台所需要新盾驱逐舰，韩国海军已有3架服役当中。标准类型是标准家族当中上新型的飞弹。作战半径虽然比较早出来标准3形式，不过导航系统应该较紧处理敌方目标资料，减轻发射平台工作负担，也同时应应付较侪敌方来袭的飞弹。北韩当局是强烈反弹，表示会推出更较攻击性甲压倒性的对抗措施，而且佫强调美国卖愈侪武器予日韩，会为区域的无稳定付出佫较侪代价。 북한 정권은 국제사회가 한결같이 북한의 불법 행위를 엄중히 규탄하는 현실을 직시하고 현재 준비 중인 군사정찰 위성 발사를 즉각 중단할 것을 엄중히 경고한다. 美国也另外要卖一批响尾蛇空对空飞弹予韩国。美日韩3国国防首长进前会谈了后，拢认为北韩伫长城飞弹科技的进展会对东北亚局势造成威胁，所促成这2笔大规模军售案。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 美国歌手泰勒斯呢，当咧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17日咧巴西里约办3天，却因为当地伤过热，致使真侪观众呢身体无爽快。有一个23岁歌迷伫咧演唱会当中昏去无心跳，送病院邮院救无回来。着歌迷不满，这主办单位限制因炸水入去，这死者的家属也要吐一个公道。 美国小天后泰勒斯伫巴西举办世界巡演，伫烧火火的天气，民众哪排队哪打爆棚hiệu凉，因为这几天的巴西实在是伤热，高温佫开始创下纪录，来到摄氏59度。
高温也造成巡演第一天就发生一名查某爸将因为这世界送医成功死的意外。泰勒斯搁较伫 Instagram 发文，透过手写批的方式哀悼爸将的过身，搁宣布18演唱会的延期。有网友表示，泰勒斯唱到一半，捌几下摆停止演出，请工作人员提矿泉水，伊亲自等候大卡的爸将啉。无摆都是受热，场馆空气无流通，造成这场悲剧。Que é uma fatalidade, né? Acredito que se tivessem tomado um pouco mais de cuidado, estava tendo muito descaso com as pessoas. Chegou do ponto da Taylor pedir lá do palco para eles darem água na plateia. E eu acho que se tivessem cuidado mais de todo mundo desde o começo, talvez isso não teria acontecido. Infelizmente, teve que alguém pagar com a vida para eles poderem pensar mais na. 过身的查某爸将叫做安娜，今年23岁。因爸爸表示，无理解安怎查某囝欢欢喜喜去看演唱会，煞无法度搁转来。安娜家庭希望当局会当调查演唱会场馆，假是禁止观众炸水入场。过程管理敢有任何疏失？巴西司法部长宣布，政府会针对演出甲其他公共活动中用水问题实施紧急规则，稳准演唱会会当炸水管。公司新闻感文编译。阿根廷总统大选，这极右派候选人米雷伊以56%得票率打败执政党候选人马萨。今年53岁，米雷伊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的国会议员，也因为有真济立场和美国前总统 Trump 真相话，有人甲叫做是阿根廷的川普。为着要对抗这真严重的通货膨胀，米雷伊是提出讲全部改用美金，也搁减少社会福利等政见。 甲美美兼顾问小兰庆祝阿根廷籍右派总统候选人米雷伊29个第2轮大选投票，以大约56%的得票率打败执政党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马萨。米雷伊发表当选演说，再次强调要带领阿根廷脱离贫困。Los resultados de este modelo están a la vista de todos. De ser el país más rico del mundo, hoy somos 130. La mitad de los argentinos son pobres y el 10% es indigente. Basta del modelo empobrecedor de la casta. Hoy volvemos a abrazar el modelo de la libertad para volver a ser una potencia mundial. 马萨自行宣布败选，佮打电话恭喜米雷伊，佮呼吁对方应该确保阿根廷正常运作。De transmitirle garantías sobre el funcionamiento político, social y económico de la Argentina. Es responsabilidad del nuevo presidente, del presidente electo, y esperamos que así lo haga. Camino de la defensa del sistema de seguridad. 经济学家出身的米雷伊以改变阿根廷现状，甲振兴经济做口号，提出多项政见。伊捌会定期来顶现大削减公共开支决心，佮全面美金化，支持有侵权甲反对台。 佮较呛声就台了后，要冻结甲中国关系，激进的政见引起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因为阿根廷面临150%严重通膨、货币变大、产车加重，和真有侵略性甲戏剧性风格的米雷伊受到选民的欢迎，甚至封做阿根廷川普。 La verdad que necesitamos un cambio, necesitamos que se acabe de una vez este gobierno que tenemos ahora, el gobierno kirchnerista solamente empobrece el país, ya desde afuera todo el mundo lo ve, como cada vez termina apareciendo cada vez más Venezuela y 米雷伊会伫16月70就职，不过伊提出的经济休克疗法，可能会让阿根廷走上一条充满无确定性的道路。 经济学家警告，伫阿根廷的国际准备用完的时阵，那米雷伊推动经济美金化，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恶性通膨。公司新闻陈慧玲编译。 讲到这民众的薪水是对袂到物件起价速度，连带影响到民众无爱消费。专家认为讲呢，安尼生做呢，国内市场会变冷，出口表现也会无好。10月外销订单年减4.6%，连续14个月是负成长的。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却表示，明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保三。 为对抗通膨，今日银行调查有9成3的上班族伫第4季有抵抗起价计划，用无消费欠钱来吸引关户价。以台北来说跟不上吧，买东西都是要看一下价格，不能说想买就买这样。因为想要节省一点，就开始自己煮或什么的，可是也发现就是市场好像也不一定真的有比较便宜。
不少人有感觉起薪水的速度根本约不到物价称悬的幅度。经过主计总处调查，为2020到2023年，前9个月实际总薪水不止年增率一年比一年较歹，尤其是今年前9个月实际总薪水高度下落年减0.78%。专家认为，长期下来可能对台湾类似经济不利，不过未引起通货作案。目前看起来倒是没有什么，就是说资产泡沫的一个危机啦，所以说通缩不是那么简单就会发生，还要有很多情境的配合，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可能转点外销油源表现不好，经济部公布上新10月外销订单528.7亿美金，年减4.6%，已经连续14个月负成长。受到通膨还有升息效应的影响，全球的经济成长趋缓，终端需求低迷，产业持续去化库存所致。不过，统计处有估算去受 AI 需求支持订单甲产业库存去化，去年这3大因素11月外销订单有希望转正。经济部长王美花预测，明年经济成长有希望保3%。景气的循环上升，以及台湾科技的发展，AI 的发展，对台湾的 GDP 明年有这个3%的成长，是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大部分研究机构拢预测台湾明年经济成长率超过3%，不过5%甲以下冲突地缘政治因素，明年经济成长有望变数，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司机员因为骹手无够，为了要休假，大家所爱去请假的所在呢，排队排透明，拢困伫咧涂骹。交通部表示讲，已经要求台铁爱改善。另外，这台铁劳资今下晡完成团协换约，新增加公司化了后的劳工董事，派人必须爱通知台铁企业工会。在劳动部甲交通部双部长见证之下，台铁完成团体协约签订了后，头一摆换约仪式，团协内容保留过去劳资双方协商的8班休假制度。若有公务员身份的员工，会当将有适用公务员护假甲请假规则轮班制人员，甲身份人员投票日出勤，拢加发1日工资，加班另外计算，也增加条文，资方派定劳工董事爱通知工会，包括整个员工的福利啊，还有一些劳动的条件。还有包括对于工会活动的确保还有包括安全改革等等的都有放到我们这个团协里面。公司化挂牌进入到达成，不过最近传出台北市有段司机员为要就请假资格，既然都爱甲请假处困涂骹抢头香，换来都无命假会当请假。对此交通部讲真唔好，要求台铁赶紧改善。台铁企业工会事件，保证司机员调度除了请假无简单保休，也休未完。烦恼又回去公司化了后，也有一波人员流失。未来是比较严重的是公司化以后，如果有人优退的时候，那个人力配置才是捉襟见肘了。先导列车跟看未来如何去补充人力的，双面进行嘛，这样比较恰当了。最近的这一次调查我们确认有提出想要这个退离的。我们的同仁是978位，这段日子呢，可能还会有若干的我们同仁会提出退休，所以我们宽估应该在明年的1月到6月这段期间呢，大概我们总退离人数应该不会超过1300人。对司机员困涂骹抢休假，台铁回应，台北市务段已经向当前说明个回事咧，为着兼顾公平公开原则，未来会以线顶方式办理请假申请。另外，明年1月的优退离人数，台铁局长杜比回报交通部部长掌握大约900人，会继续甲员工沟通6人。记者综合报道。互外禁训了后，卫福部配合混害防治法修法，被扩大到国家公园、公园绿地，总共169个所在，拢会列伫咧禁训的范围内。就是讲，除了北分区以外，拢袂当食薰。法令已经伫咧11月15施行，违规者会罚1万块。若未来这禁训的范围可能连夜市只是上宽拢会包含在内，目前还佫伫咧协商。这假期全家大细真欢喜吹佚佗、欣赏美景的时阵，都惊闻到阵阵的薰味。为了要让民众有健康无治手薰的旅游环境，卫福部配合混害防治法修法，扩大国家公园、公园绿地等169个列为禁薰范围，除了食薰区以外，拢袂当食薰。法令一定伫11月15开始，违规的人相关罚1万。烟害防治法19条就是除了吸烟区
以外不得吸烟。那如果说这个国家公园或者风景特区它没有设吸烟区的话，那它就全面禁止吸烟。根据国建署统计，国家公园绿地为自2014年10月开始禁分规范了后，18岁以上人口的室外公用场所二手分破落率，111年是42.9%，比103年的54.6%下降11.7%。上常常有人伫面头前食薰的室内外公用场所，照顺序是车路顶悬、行路顶卡车户外通行的场所，24.5%，公园甲风景区6.3%。即摆外界都希望未来禁分范围延扩大到夜市甲日市的商圈顶，不过商圈正规执行恐惊是有困难。当你划设了禁烟区以后，你有没有这个人力去管控这个部分？我们本身也没公权力，如果有些人因为你这样跟他讲的不客气，他因而跟你造成一些冲突，对摊商也不好了。林田国表示，早伫2014年10月开始，台北市宁夏夜市就正做全国第一个无分美食夜市，也就是暗时6点到12点，有为禁分区的区域拢全面禁分。近年来，包含大番在内开始食火的人有变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无定时会派人去劝导袂听会处罚。不过想要进一步核对身份，爱护环境在场，才有办法进行。安尼爱向未少人力。所以未来若是想要推广到全国夜市啊商圈，爱护配套，安若无就会失去禁分的美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天狗日的疫情本体是真严重，不过最近这几礼拜疫情有较降，顶礼拜剩648例，是8月中以后的上低点。目前卫福部决定改编工作队，会由疾管署天狗日应变小组来监督，协助市政府防治天狗日。伫台南64天，疾管署为了协助台南控制天狗日疫情，成立的前进应变工作队，确定20改编。因为台南天狗日疫情明显降温，最高峰一礼拜本土病例数2213例，到顶礼拜已经降到一礼拜648例，是3个月以来新低，比前一礼拜减少36%。中央还有市民的合作之下，看起来就说这个疫情已经降到3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了哈。那尤其3个热区已经降为暖区，嘉里区的第2型也已经控制住哈，就剩一个麻豆区。昨天到今天也都是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守住。罗南厅干部阁宣布改编的卫福部长施水源建议是政府顺势推撒民间定期大摒扫，也阁有消毒扣水沟的计划。若是台南市政府提出申请，卫福部会当提拨经费补助。控制的情形的话，那应该这个工作队是可以就说是任务达成。不过并不是说中央就因此撒手就不管那我们在中央仍然是随时会监测这些疫情。台南疫情降温，高雄第19个新增加51例本土病例，累计有2054例；屏东市累计287例。施水源认为，要防治天狗日，主要爱为源头做起。伊认为扣水沟是无必要的，搁较会生炭蠓虫，鼓励民众家己拆除，也呼吁新建案减少这种设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之前发生指导教授性骚扰研究生的事件，研究生学会是向学校来建议，就要修法，落尾代代有修改指导教授和研究生的互动准则，定出若是性平事件有成立，研究生会当请求起诉，停止教授的指导关系，而且协调研究生个剩下人个来确保权益。黄教授都对我揉胸、揉臀、熊抱。甚至逼问我爱不爱他。真侪个互教授性骚扰的台大学生，进前有立委的协助举行记者会，指控公卫学院有一个姓黄的副教授的行为，引起各界关心。台大调查了后，处分停聘1年。对这代志，研究生学会甲学校建议修法。台大开会了后，决定修正论文指导教授甲研究生互动准则。只要指导教授牵涉到性侵、性骚扰、性霸凌、性平事件成立，研究生会当要求停止指导关系。下诉爱主动协调双方，签署协议书，1个月内协调研究的成果算相宜，保障权益。这样过程
先跟校方知会事前沟通跟会前会等等的，希望说在案件的推行上可以顺利。过程中我们有跟校方先提案协商，讨论如何把法条提得更完整。真正的关键，在我来看，是整个校园里头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就是老师要知道，你不能够在性别的这个议题上滥权。长期关心性平的台大学者认为，学校虽然回应学生的诉求，不过安怎强化教职员性别观念，原来是有待加强的部分。台大表示，这届修正显示出全校师生专心为了打造良性教学环境来努力。如果性平会的决议不成立，会不会跟指导教授的关系也被破坏了？那他会不会反而导致毕业更加的困难？其实一提高的时候，所有程序都应该可以启动，就是可以换老师，有没有相关的配套，让他可以找到其他的老师，不会被刁难。公民团体认为，台大做法是性平工作的一个小进步，不过嘛要关心，若做性平事件无成立，被害学生囡仔是不是敢会当改换指挥教授、重新写论文，情况是不是更加艰难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寮后个月要举办头一届的花海活动，想要到这花海活动还未开始呢，这游客拢无伫咧管路边的告示牌就踏入去内面翕相，甲这花拢打派，酸长美景，地主看了是真心疼。一大片花海，黄是甲粉蓝色花蕊，吸引真侪游客翕相，阁有人来遮画图。不过顶前看，有人为着翕相，直接踏入去花丛当中，破树脚，互人打甲冷气，甚至打出一条路。大寮区金正路大遮，路边拢有告示牌讲袂使踏入去破海。不过民众共款无注意，牌敢若是无写路用。踏过咱欣赏着花你也搁甲踏去影响着别人来欣赏别人就无看到遮尔水的花对，所以咱有公德心。趁这时间大家遮的民众入来底安尼践踏，会损害到遮的花苗，遮的花朵就拢有损害到，就影响到伊的这个美观。这花海其实准备伫12月初2，结合互德阳庆典举办大寮花海节，因为这礼拜大寮红豆节就要新开幕，真侪游客拢会顺路来遮欣赏花海。不过活动也未开始，花拢互打歹去地主嘛是真无奈，新花拢无采工。后礼拜就是咱的金钟福德宫，咱福德文物财神，也要来入庙，新庙要来庆生，一个庆典的活动，配合咱这个高雄市政府办这个花海的这个活动，互大家欣赏。现场花海有4公顷大，主要是种破树菊、日头花等等。因为花海就伫路边尔，袂少民众经过拢会特别停落来翕相。地主嘛提醒，水花用目睭看就好，莫用脚去搭，爱有公德心。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花莲飞行线发生死亡意外，早起伫咧机会呢，就机关针对着飞行线的管理稽查进行质询。机关认为讲真侪业者拢无去申请许可，因那这游客的生命安全等于是无保障。看到18花莲发生飞行线意外坠落死亡的新闻，嘉义的这阵游客真艰苦，因为因顶个月17也来到丰平乡，记者参加同一间飞行线活动的时，朋友飞出去无到2秒，就摔落去树林。负责相关单位这个运动的相关人员打了2次，都在开会。他说他要开会，我要打给我，你从来没有打给我。佮发生飞行线意外，关乎到底敢有管理引起关注，尤其是教育部去年已经颁布无动力飞行规定，今年8月也到花莲协同关护稽查，安怎这寡业者无申请许可，也可当继续营业。教育部也清楚的说，你们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要求他停业或者其他的作为。那但是至今，从8月至今，10月份我接到第一起只澄清到11月的这个死亡案件，那到底县政府做了什么？教育处长表示，目前有5间飞行线业者，无1间合法，已经下令全面停业。花莲的5家的无动力飞行业者其实都是没有申请许可。那既然没有申请许可，依照规定，我们也一再的告诉业者，没有申请许可就不行营业。部分机关认为，飞行线活动其实甲沙坡车管理问题同款，官府根本无积极管理，要求成立专案小组进行稽查，也呼吁游客注意类似高危险的活动，保险根本无法度保障，像类似西西中的测试更加是无符合法令规定。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县政府推动集团旅游，昨有规定拢是世代的电动赛车驶入去北龙大道顶头。乡公所表示，讲目前规定只有通行证的车，也有农用的机具会当驶入去。即国民众若准驶这种车入去，已经违法，上济会当罚到3000元。19下晡，台南县府伫地上北龙大道即时的影像，看到规排电动卡丁车驶伫北龙大道。有民众翕到这种车伫北龙大道西环头，后壁也有4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要通行。不过，其实这种卡丁车以乡公所的公告，袂当入去园区。经乡公所公告，这个部分除了持有通行证的乡民，还有慢车以及农机具可以行驶外，其他是一律禁止的。那如果说民众有发现有卡丁车行驶在这个区域，那警察机关会将依相关规定查处。这种个人驾驶的电动卡丁车，以目前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是无属于慢车，袂当驶伫车路的，便若驶去哩会当罚1200块至3000的罚款。今年地上北龙大道已经发生50多件4辆电动辅助自行车的意外。北龙大道阁是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4辆电动辅助自行车的业者，当地争取纳入车辆的管理。即马阁加一种电动卡丁车，嘛进入北龙大道。业者拢希望政府会当赶紧修订更较明确的集团旅游交通工具管理办法。县府讲会加速台东县慢车管理自治条例，规范符合台东县的慢游车辆行驶伫特定的风景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高雄戏赛界的人赛比赛有8队国内外队伍参加。今仔日早起呢，总决赛有2队要来拼冠军，落尾是由家人中兴女赛夫两赛团摕到冠军。咱这回来看因精彩表演。这首动物游戏音乐，大家听到已经都未七分。来自家人中兴女师傅两师团发挥创意，因打造一座城堡，也将传统西洋的表演结合动物游戏，看起来真趣味。今年高雄戏赛界经过2点外天的大战，拢总有8支国内外队伍伫钢条顶面人赛。赛队除了比传统武艺，搁比创意，赛仔搁会晓钓鱼仔、拍棒球等等，来展现赛队故乡在地特色，互今年表演真值得看。现场观众是满，气氛闹得滚滚。我是第一次来看，以前没有看过。对，不过就是这次看完之后，我觉得它比较贴近，就是。新的欣赏娱乐，每一组都很有创意，然后很精彩，可以看到技术跟不同形式的表现这样，然后不同国家也有带入不同的文化。今年西洋大战上大重点是2队冠军的队伍，家人中兴女师傅两师团是高雄戏赛界连续3届冠军赛王，另外一队新加坡艺伟体育会是今年马来西亚分顶世界赛王冠军队，今年2队分数只差0.2分，家人中兴女师傅两师团顺利夺冠军留伫台湾。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南文资处举办文资小学堂的活动，到今已经是第5档了。今年佫参数位学习平台合作，设计刺激的线顶电动竞赛。这摆也特别用文资建材废弃物打造独一无二的奖杯，要鼓励得奖的学生。选手目睭体育金选定题组，甲题目看好斟酌，开始做题。若回答正确，就使攻占领土，减摕分数。无讲廖准因咧拍电动，其实这是文资小学堂的车饼现场。点市文资处今年参数位学习平台合作，甲台南有形甲无形文化资产的知识变做趣味的游戏，互囡仔哪算哪学习。参加比赛学生拢讲，安尼学习方式足深刻。了解台南的比较多的历史，有学过那个一些台湾的历史，可是我好像是头一次知道龙生九子。希望囡仔未来吼，会使行出学校，行出领导啊，亲身去行大家的所在，接受这文物。
美国的学生拍拼学习，文资处出新招，做独一无二的奖杯来送给头5名的选手。奖杯材料就用眼镜者无共所在回收回来木材落去做。伫咧建筑银行内底，画木材源头是古厝老建筑，新式窑古及破旧的材料，文资处利用有历史价值的木材落去撩兼加工，互囡仔有一个难忘的纪念。对其他古迹也是历史建筑，收落来一寡旧的材料，来做一寡打造一个奖杯。奖杯内底是体上大用的木材，伊是来伫咧安平的所在。安平较早伫咧荷兰时阵有一个迄个较早做毛的洋行，即个材料吼。伊较无属伫第一代，伊是伫第二代，但是阮嘛感觉讲，伊这有一个历史纪念的价值。文资处讲，这毋单单是一个纪念品尔，是延续废弃物永续的开始。因望借此带动囡仔学习在地文化风气，互台湾的文化永远袂断根。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咱来看第43届53年奖的艺术奖颁发予台湾的歌剧教父詹道雄。詹道雄是中华人，今年已经85岁了。伊毋但是一位声乐家，也推动台湾歌剧发展。伊注心伫咧音乐教育，培育人才。伊讲，伊对台湾的爱，就是要甲伊的功夫唱播，要传予后一代。Al bagno fino in la tenda, al bagno fino in la tenda, una manciale cayó, una manciale。这位是台湾的歌剧教父詹道雄，伊毋但是国际有名的声乐家，而且无论是做歌剧导演、编剧，也是写曲，拢真出色。伊自1972年留学回来台湾，伫咧迄当时，多数的台湾人犹阁无了解什么是歌剧的时，过当年伊就创办台北歌剧剧场，推广歌剧，为济少年的音乐家提供表演的舞台，也促成国际交流。这50年来，伊推动音乐教育，开歌剧课，栽培声乐人才，长期用音乐来关怀社会，尽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责任，嘛得到第43届53年奖艺术奖的肯定。这个奖是从迄个文化合会奖过来的，咱徛伫这个所在，要安怎个继往开来，这是真重要啊！但是我是觉得我算是老龄得奖了哈，老龄得奖的时候，另外一种意义就是讲，你虽然老了，但是你不能停了。自2000年到今，詹道雄伫台湾创作演出的歌剧尚无20出，也若世界经典的歌剧有35出伫亚洲首演。今年要85岁的詹道雄定讲，哪本土哪国际，伊认为这个世界也有真侪新式的代志，脚步也袂当停下来，所以伊翻译济外国优秀的歌剧，教予下一代，嘛改用咱的语言来演出。很棒的歌剧，当然它写到两性中间的怎样去相处的东西。但是因匈牙利文，所以咱无诚实人无法度唱，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我把它翻成中文这是指挥演出所以我们这个传承加重要，因为经过我的这一代，然后我下面那一代会当得到很多东西。詹道雄强调歌剧艺术有传承嘛，爱有创新，咱袂当甲本土的金放互袂记，嘛着爱行出去，和世界互相交流。詹道雄讲，伊对台湾的爱，就是甲伊所有学到的物件，经过教育献予台湾囡仔，来提升咱家己的文化和精神人格。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新住民离开故乡来到台湾，常常碰到文化、语言、社会体制挑战。为了要让社会大众理解新住民在台湾的生活，彰化县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有举办一个女英雄展，邀请新住民的亲人写出因生活当中的女英雄是甚么款的模样。大家对热烈的音乐欢喜跳舞。这是来自印尼的迎宾舞蹈。彰化县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举办女英雄展览，邀请新住民的亲人写出因对太太的佩服甲感谢。亲像这位印尼华裔的丁日辉，是翁婿心目中的语言天才。阮某算伊嘛会晓翻译，就是讲印尼啦、印尼话啦，要翻做国语嘛会晓，嘛会晓英语，嘛会晓客家话，所以讲其实伊比我较厉害。还有这位兼顾家庭甲工课的曾武豪，
等到囡仔读国校啊，较有时间，就开始读册，不断挑战家己，嘛互翁婿真佩服。最近有一段时间有去参加迄个新住民的迄个语文教学迄个资格吼，所以即马摕到证书了后，伊即马伫咧国小内底咧做老师，咧教迄个印尼话。对印尼过来这里，伫遮来台湾遮吼，比如说翁对咱无，咱会感觉足艰苦，感觉足孤单。但是无，阮翁足好啊，就是不管怎样，我觉得安尼足好。这边展览主办单位阁邀请新住民甲亲人做伙穿母国的传统服装参加，有印尼的巴蒂、拉尼，阁有甘布济的沙龙等等。希望透过活动的分享，带大众用无同角度来认识新住民国家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到新竹对16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